大家好，我係陳思朗。喺中國太空站駐留近7個月嘅神舟21號航天員夜晚返抵地球，係中國喺太空駐留時間最耐嘅航天員。神21航天員乘組乘坐嘅神舟22號飛船，下晝2點44分由太空站組合體分離。夜晚7點幾，飛船返回艙同軌道艙分離，由390公里嘅高度開始返地球。神舟21號報告，狀態正常，完畢。航天員張陸、毛飛、張洪章不時報告情況，而香港航天員黎嘉瑩等3名神舟23號航天員就喺太空站收睇直播。發現目標。隨後飛船進入黑進區，返回艙同地面嘅無線電通訊會中斷幾分鐘。之後返回艙主角落傘打開。青山跟蹤結束。夜晚大約8點11分喺東風着陸場着陸。地面工作人員抵達着陸點。喺打開艙門之後，醫監醫護人員入去檢查。我們以安全着陸。着陸大約半個鐘之後，指令長張陸率先出嚟，連埋之前嘅任務，佢累計7次出艙，係出艙次數最多嘅中國航天員。還有一份禮物想要送給大家。神舟21號任務發射的當天，地面保障團隊給我們送了一個蘋果，預祝我們此次任務平安順遂。我們的平安是他們最大的心願，所以離開空間站的時候，我們也特意帶回一個蘋果，把它送給所有的科技工作者，並道一聲你們辛苦了。同時也祝願我們的航天事業欣欣向榮，但願我們的每一次任務平安順遂。緊接出艙嘅係32歲，目前中國最年輕執行過飛行任務嘅航天員毛飛。這次任務讓我更加懂得，青春最美的姿態就是為國出征。最後出艙嘅係載荷專家張洪章。從地面實驗室到中國空間站，是偉大祖國讓我實現了科學理想與飛天夢想的完美融合。神21舊年10月底進駐中國太空站駐留近7個月，刷新咗中國航天員乘組喺太空駐留最長嘅時間紀錄。至於點解神21航天員要搭神舟22號飛船返地球呢？原因係舊年年底神舟20號飛船懷疑因為遭到太空碎片撞擊，導致舷窗破裂，3位航天員要改搭神舟21號飛船返地球。神舟22號飛船之後喺冇載人嘅情況之下發射升空，用嚟接載神舟21航天員。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永報道。